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，點解對於我哋輪椅朋友嚟講，返屋企食餐飯、沖個涼都可以難過跑馬拉松。試想像門口過窄，輪椅轉個彎都棘住；浴室企缸高半尺，每次沖涼都要人抬入去。呢啲絕對唔係電視劇劇情，係香港至少8萬輪椅人士嘅日常。但係你知唔知，只要將櫥櫃降低，我哋坐喺輪椅都煲到老火湯，調味㗎，擺伸手拎到 D 位置附近，自己煮飯都唔使下下求人。廁所加埋折得埋嘅沖涼凳，自己搞掂冇難度。夜晚起身驚撞親，喺走廊裝幾嘅感應地燈，光線柔和又唔會整醒屋企人。想穩陣啲，仲可以喺邊加個跌倒警報器，萬一跌親都有人即刻知。呢啲小改動已經可以令生活安全咗好多。喺香港每12個人就有一個係傷健人士。今日幫人改裝屋企，聽日可能要幫自己屋企人。記住，設計唔應該分健全定傷健，真正嘅居家安老係就算坐輪椅都可以活得自主，過得安心，實現無障礙生活。其實由改一條門檻開始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小故事。